后来继续要来看的是三军各仪队迎接国庆，一透早天也未光，就伫总统府前彩排演练。整齐队伍甲这个大步吸引着过路的民众围观摄影。另外，国军嘛安排空中的演练，透早5点外，台北的天空军机飞过总统府，场面真壮观。国军的反向2000天军机伫台北的天顶伫飞。乌鹰天军机嘛加入这摆演练，透早是有够大声，军机佫把中华民国国旗，和早起民众拢会使看到伊的风采。5只阿帕奇直升机伫天顶摆做三角形做飞机飞，像是国庆要甲国军利用时间，分别伫9月27、29甲10月75安排3摆空中的演练。今日透早，因为天气真好，会使看真远，所以讲演练真顺利。天未光，三军各仪队伫总统府前嘛赶紧排练。你看脚步真豪杰，手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嘛随风飘扬，这个场面庄严佮威武。请主席、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。流程拢行一遍，确保大家拢了解。国军伫准备双十国庆的表演，和民众买当事先去欣赏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